大家好，我係譚一文，澳門理工大學市場學學士應屆畢業生。學校國際化嘅課程設計非常全面，課堂融入咗全球市場嘅真實案例，以及前沿行業趨勢，全方面鍛鍊我哋學生嘅商業思維同外語運用，為我哋打下堅實嘅基礎。大學期間，我擔任澳門高校內地學生聯合會主席，每次社團項目執行，跨部門合作，讓我將書本理念參透落地，真正做到學業與活動相輔相成。畢業後，我將前往葡萄牙里斯本大學攻讀金融碩士。澳門理工大學嘅課程奠定咗我嘅專業底蘊，在實踐中擴闊咗我嘅眼界，兩者共同塑造咗我嘅思考方式與成長軌跡，讓我更有勇氣走向更廣闊嘅國際舞台。